因为疫情愈来愈严重，对抗武汉肺炎全体是大作战总动员。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为今日开始提升为1级的开设，由卫福部长陈时中继续做指挥官，会使跨部会运用这个资源来做防疫。气象业嘛开始有因应，为今日开始，人客拢爱量体温、挂喙罨，只要头壳下温度超过37度半，都袂使上车。我们1级开设，严守国门，全力防疫。 大动作宣示提升防疫等级，麻烦担任指挥官的陈时中，对党更较有效的整合各部会资源，全力投入防疫工作。所来各部会参加会议的战绩拢提高到副首长以上。从发生的确诊案例来看，已经有社区感染，虽然它是零星个案，我们要料敌从宽，御敌从严。台北市随后嘛宣布配合中央，中央要1级开设，台北市还是会配合办理。 新北市甲高雄市伫过年期间，就将防疫提升到最高等级。同一时间，客运业者马上伫转运站设防疫关卡。上车量体温，上车量体温，谢谢。35度，谢谢。通过了第1道关卡量体温，接下来也别忘记戴上口罩。对228年假开始，无挂喙罨，一路禁止坐客运，体温上悬嘛免去上车。 我们新的做法会请他先休息一下，再做第2次的一个测量。那量了假如还是超过37.5度的话，当然当天的票我们会全额来退票，让大家比较不会那么恐惧吧。那你等下上车会戴吗？如果他有要求的话，我会戴。 受到疫情影响，228年假客运人潮嘛瞬间减少，国光首都甲大都会客运业绩是落3成，好险客运嘛减少1成半，但是防疫优先，所谓无方便，拢是为着让民众更加安全。